为着要应对中国的统战，总统赖清德昨嘛呼吁落实去中国旅游爱订读的制度。外界就咧烦恼讲，敢会去冲击到两岸的交流。陆委会表示，民众配合订读，万不去中国出代志的时阵，政府才当来甲人斗3工。因为未来敢会严格审查两岸的交流，内政部强调会先清查敢有违规的状况。 因应中国渗透统战威胁，总统赖清德除了要求严格限制统战人士来台，也呼吁个人去中国旅游，爱落实各种登录制度。外界是烦恼会冲击两岸交流。陆委会表示，会先宣传整理相关的法令，做好社会沟通。呼吁我们的国人赴陆港澳都应该要去登录，我们也有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 如果出现了人身安全的危机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国人如果是以旅行团的方式到中国去旅行，都必须要登录，让我们政府有资料。那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政府才会知道。赖总统嘛要求落实公职人员去中国公开制度。陆委会表示，5院本来就有牵涉到机密文件人员去大陆的管制要求，不过立法院唔捌报告相关的名单，有名单唔有公布的意义。外界嘛烦恼未来是唔是会严格审查两岸交流？内政部会先清查是唔是有违规的情形。 先就清查的部分先来清查一下有关在两岸交流当中是否有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哈。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寻找未来呢，如果需要两岸交流要更公开透明跟揭露相关的这个团体的这个原则。 最近，原有真侪演艺人员到对华发展，赖总统指示强化演艺从业人员伫中国发展的辅导管理。外界解读艺人恐惊被逼爱选一边。文化部虽然乐见台湾艺人去中国发展，不过强调袂当伫互人压迫的情况下发表对台湾不利的言论。那我很同情我们的艺人去那边，我也祝福他们好好的发展。可是他不可以因为去那边发展之后，在逼迫下。 发出一些伤害台湾的言论。若是艺人讲到什么言辞，才算踏到红线哩？立院回应，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内底有明确的法令，会配合陆委会，未来原来会增加投资本土的文化产业，吸引创作者、艺人、表演工作者等，加紧留伫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